大家好，我係 Sammy。早前咧見到有好多朋友咧搶住報呢個富士山馬拉松，而家變得一位難求啊！其實我有幸咧早喺2024年咧就已經參加咗㗎啦。嗰年其實好容易報嘅，我係去到咧7月8月咧都仲有位嘅，唔使搶位㗎。不過而家咧名氣大咗啦，因為被冠上咗最靚馬拉松賽道之名啊嘛，又有啲旅行團同埋官方合作啦，有保證嘅參賽名額，咁啊所以變咗公開報名嗰個名額就少咗啦。咁究竟呢條賽道呢有幾靚啊？難唔難跑？補給又足唔足夠呢？官方嘅影相位又喺邊度呢？由而家到正式馬拉松舉辦嘅日子呢，就仲有大概5個幾月啦。咁啊，大家開始都要計劃下啲住宿啊。究竟當中有啲乜嘢要注意呢？今次呢，我就整理翻呢條片俾大家呢，參加咗嘅朋友要留意啦，未參加嘅都可以睇定啲先，部署定出年搶名額啊嘛。今年馬拉松正式賽事嘅日子咧，就係喺12月13號啦。咁啊，同舊年12月14號咧就差不多時間嘅。不過同我2024年嗰年比較咧，就遲咗大半個月啦。我嗰年咧係11月24號舉行嘅。咁啊，路線方面呢，我嗰年其實就有全馬42K 啦，路線呢就係環河口湖同埋西湖咁樣跑一個圈嘅。咁啊，除此之外啦，仲有個17K 嘅路線同埋10K 路線選擇嘅。咁啊，17K 主要就係圍住河口湖跑一個圈啦，10K 呢就係喺河口湖南邊嘅市區嗰度跑嘅。咁啊，我見今年呢仲新增咗4公里同埋8公里嘅風景路線跑嘅，另外仲有個風景步道喎。嗱，即係話無論你係好跑得又或者唔跑得，都有機會參與呢個盛事嘅。其實喺日本馬拉松之中呢，富士山馬拉松咧都應該係比較貴嘅一隻啦，咁啊報名費咧係25,000 yen 啦，因為經呢個 Run Japan 個平台去報啦，咁啊仲會收多3,000 yen 嘅手續費啊，所以最終係用咗28,000 yen 嘅。咁啊相比起跑過嘅富山馬拉松啊、今澤馬拉松啊，報名費貴咗差唔多1倍喎。我今年咧就仲報咗一隻咧日本細馬拉松，其實報名費仲唔使1萬 yen 添。嗱，想知邊隻的話咧，大家密切留意我嘅 IG 或者 Facebook 啦，之後會開估。不過富士山馬拉松咧都會俾翻相應多嘅紀念品大家嘅。嗱，好似我嗰年啦係有2件 T 恤嘅喎，大會咧就有一件 Beams 嘅灰色 T 啦，咁啊仲有件專係俾海外跑手嘅短袖白色富士山 T 嘅。咁啊當然啦，唔少得有一個原賽牌同埋原賽毛巾。個原賽牌咧，其實咧大家可以幾個拼埋一齊咧，砌到一個立體富士山出嚟添。報名完之後咧，就梗係第一時間要 book 宿位啊！嗱，呢個真係大件事啊！住宿係 full 得好緊要嘅。喺河口湖附近呢，一啲平嘅住宿，好似東環 Inn 嗰啲咧，大家唔使諗噶啦。咁啊，得翻啲貴價嘅，咁啊可能要成呢幾千蚊一晚都唔定噶。咁啊，再唔係就係要住喺湖嘅對面嗰一紮嘅住宿啦，又或者要去到山中湖先至有啲平嘅住宿嘅選擇。咁大家可能就要預揸車過去起點噶啦。最後我自己啦，因為我哋嗰次有一行8人啦，咁啊可以租車，咁啊一早就開車過去河口湖嗰邊嘅，咁啊再轉大會 shuttle bus 個會場，所以我哋咧就揀咗住喺山中湖嘅，咁啊又好彩啦，俾我哋 book 到呢間酒店啦，價錢咧都算幾公道嘅，我哋連住2晚啦，除翻開一個人咧大概係600蚊一晚嘅啫。啲房又大間喎，又有溫泉浸，朝早仲有呢一個靚景添。咁啊，開車過去 shuttle bus 嗰個會場呢，其實唔使半個鐘嘅咋，真係慶幸可以 book 到啊！攞選手包咧，大家可以選擇喺東京新宿嘅 Alpen Tokyo 攞嘅，係一間好大嘅體育用品店嚟。咁啊，登記咗咧就可以噶啦。不過一場嚟到，當然想去翻河口湖現場嗰度攞啦，湊下熱鬧啊嘛。
有攤位啦，同埋好多影相位嘅，咁啊難得現場仲有紅葉睇啊嘛。不過我哋棋差一着啊，由東京咧開車過去咧，雖然我哋好早已經開車啊，但係塞車嘅關係咧，差唔多咧要去到下晝4點幾先至去到現場嘅。咁啊，因為日本嘅冬天咧4點幾咧就開始太陽落山嘅啦，所以我哋去到咧都接近天黑咁滯啦。所以奉勸大家，如果係由東京去河口湖的話咧，都係搭 JR 好啲，慳翻啲時間啊嘛。咁啊，如果打算咧喺河口湖當地再自駕的話，可以考慮咧去到河口湖附近先租車。咁啊，個選手包咧就除咗有2件 T 啦、號碼布啦、長項等等之外啦，嗱，估唔到仲有一個幾靚嘅 Miffy 環保袋啊！嗱，仲有啲洗衣包啊，都幾多贊助下喎。啊，仲有一個特別嘅紀念品啊，就係呢個 bib 啦，一樣有富士山啦。比賽嗰日咧就係綁喺個鞋面嗰度記錄時間嘅，咁啊完賽之後咧唔使還翻俾大會噶，可以留翻起做紀念。賽事當日咧就9點鐘開始啦，因為我哋住喺山中湖嘅關係啦，要再早啲過去啊。而家係清晨嘅7點18分，離起步時間仲有個零鐘啊，9點起步啊，因為最遲 drop back 時間係8點9啊，所以咧其實咧8點鐘到場都冇乜所謂嘅，但係驚住啲 shuttle bus 啊咁樣會遲到啊，所以早啲過嚟咯，係啊，又可以影下相，你睇下幾靚嗱，河口湖啊，後邊2棵紅葉都好靚啊！咁啊，估唔到啊，11月底嘅朝頭早啊，河口湖嘅氣溫呢，只係得翻攝氏1至2度啫，哇，真係凍到癲咗啊！嗰朝你睇呢，我着到啲衫幾厚啊，呢一日跑呢，都要着翻件打底嘅跑衫先得啊！寄行李嗰度呢，都人山人海啊，附近都有快餐車喎。未食早餐的話咧，呢度最後機會啦，可以喺度醫肚啊！起跑嗰陣咧，我都要着翻件風褸啊，但係跑下咧，喺太陽底下咧都係熱嘅，風褸咧都要除翻咧，袋翻起喺條 belt 度先。不過想話啊，當咧跑到一啲咧冇太陽曬到嘅地方咧，其實都幾凍下嘅，我都有少少後悔咧冇着長褲噶。不過最感恩呢，就係冇落雨，如果唔係呢，應該仲凍啊！講咗咁耐，大家最關心嘅應該都係想知條賽道係點啊！唔講咁多，一齊睇。一開始咧都會分翻啲唔同顏色嘅起步區嘅，咁我自己咧就喺較後嘅起跑位置啦。真係行到去起點嗰陣時咧，其實都超過咗6分鐘噶啦。開始起跑嗰陣咧，好多人啊，真係好逼啊，想跑快啲都唔得啊！跑咗冇耐，大約2至3公里左右咧，就已經見到富士山啦。大家唔單止可以直接望住個富士山跑啊 ，U turn 咗之後咧，仲會背住啦，真係前又影到，後又影到啊！嗱，因為 U turn 嘅關係啦，有機會仲可以見到隊友添。其實喺5K 左右咧，就應該有個官方嘅影相位嘅，呢度咧就正可以影到富士山腳下邊跑嘅。咁啊，大家真係要擺定個靚 pose 啊，唔好咧好似我咁掛住拍嘢冇望鏡頭啊。第一個補給站咧就要去到大約6K 先至有嘅。嗱，呢度咧就淨係得水啊，未有其他補給噶。之後冇耐咧，就見到一個好熱鬧嘅地方啦，有餐廳，有表演，仲見到有美少女戰士喎。冇耐見到一個充滿黃葉嘅樹林啊，不過呢度未算最靚啊，稍後仲有啲更靚嘅景啊。其實呢一段呢會重複跑多次嘅，因為呢度都係39公里至到40公里經過嘅一段嚟嘅。
嗱，見到呢間淺間神社呢，前面呢就係9.5km 同埋39.1km 嘅補給站啦。嗱，食物都開始好豐富啊，有香蕉啦，有梅啦，有餅啦，朱古力曲奇，仲有哇，好大條麵包，生酮啊，燒一條夠啦。補給完冇耐呢，就過10K 啦，1個鐘頭07分鐘啊，慢咗少少啊。再跑前多少少呢，見到呢個40km 嘅牌，嗱，想像緊啦，要跑多30公里呢，先至會翻嚟呢度啊！喂，好遙遠啊個路程，不過唔諗咁多啦，跑啦！嗱，經過呢個白木崎公園呢，又有表演睇喎。早段呢就會同10K 呢嗰條跑道係 overlap 嘅，就會同10K 啲人一齊跑啦。但過咗10K 冇耐呢，就分流啦。嗱，前面又見到富士山啊！跑過河口湖大橋嗰陣呢，呢一段好多人打氣啊！而富士山就喺後面嘅咋。富士山啊！橋上面都有官方影相位嘅，大家佈置要靚啲啊！其實除咗富士山之外咧，呢度另外一個賣點就係紅葉啦。嗱，呢一段呢就係河口湖美術館附近嘅，成排紅葉喺度啊！難得今日個天咁藍，特別靚。喺14公里附近啦，即係美術館有一個 U-turn 位嘅。嗱，呢度應該都有一部官方嘅相機喺度嘅，所以影到呢張跑步相啦，有紅葉做背景嘅。河口湖北面一段呢係紅葉最精彩嘅路段嚟嘅，或者係紅葉放題啊！嗱，又因為呢富士山呢就喺河口湖嘅南面啊嘛，喺呢一段路呢就可以呢同時影到富士山連河口湖一齊嘅景色嘅。嗱，仲有啲位置呢可以紅葉富士山湖景一齊見晒㗎。嗱，喺15至20公里呢段路咁靚啊，點會冇官方相機啊？嗱，如果大家呢想影到呢啲呢靚靚嘅官方相，就要密切留意相機嘅位置啦。喺14.5K 附近呢，又有補給站啦，有朱古力啦，仲有啲零食添。嗱，冇耐呢就過15K 嘅啦。一路都係呢啲紅葉景啦，有時仲要過隧道添喎。然後16.5K 又有補給站喎，使唔使咁密啊？所以呢，呢個水站我冇入到去嘅，據聞呢就有 gel 派嘅喎。唔覺咁就過咗20公里啦，繼續紅葉放題，終於過咗一半啦。過咗半馬點之後呢，其實會有一個大型嘅補給站嘅，嗱，有水啦、曲奇啦、豆沙餅啊等等嘅。嗱，最緊要仲有香印提子喎，又甜又大粒啊，正啊！我自己呢都食咗3-4粒啊。食完之後冇耐呢，就要行全程最辛苦嘅一段啦。咁啊，見到17公里嘅分岔路啦，右轉就係去西湖嘅路啦，係要上斜嘅。呢段路唔單止斜，仲好長啊！根據官方資料呢，係要喺1.5公里之內呢，由大約850米呢就爬升上到去930米左右。換言之，即係大約要爬升70至80米左右嘅。咁啊，如果同渣打馬拉松咁樣比較啦，嗱，我自己呢就覺得呢段路呢辛苦過呢上西隧或者上呢個昂船洲大橋嘅。
嗱，大家見到啦，都有唔少人咧喺呢一段路選擇行上去嘅，包括我自己都有行嘅。上到西湖，終於平翻呢條路，可以再起步跑啦。不過呢度紅葉呢，就冇頭先河口湖咁多啊。去到接近25公里補給呢，都算多嘢食喎。嗱，有啲新零食啊，有朱古力啊，仲有頭先見過嘅餅乾，一樣有香蕉喎。西湖呢一段呢，要過咗25公里呢，先叫多翻少少紅葉睇啦，仲有可以望翻個富士山啦。因為角度嘅關係啦，嗱，大家真係要去到西湖嘅西北面呢，先至可以見到富士山嘅全貌嘅。過咗28 km 之後呢，有一個超級大嘅補給站啊，不得了啊，係有唔同嘅飯團食啦，仲有麵豉湯啦，真係唔受餓親啊！嗱，老實講啊，我呢個比賽呢，真係冇帶補給嘅 gel 都冇帶一條啊，全程都係食大會嘅補給食品，好足夠。食完冇耐呢，就過呢個30公里啦，剩翻最後12公里咋。然後30公里又有一個補給站派 gel 啦，不過我就戒咗 gel 嘅，咁啊呢個反而冇攞啊。想話呢，如果論呢個打氣氣氛呢，富士山馬拉松呢，其實就冇大阪馬拉松啊或者金澤等等喺城市舉辦嘅馬拉松咁熱鬧嘅。咁啊可能始終河口湖本身嘅居民呢唔算太多啦，咁啊嚟到西湖呢邊咁啊仲靜添，可能真係呢度呢連民居都冇乜啊嘛。不過呢度呢都叫做有靚景搭救啊！跑到嚟西湖嘅南邊呢，已經大約咧係下午12點幾1點噶啦。咁啊，可能咧太陽角度嘅關係啦，呢段路咧就冇乜太陽照到嘅。哇，着短褲咧真係 feel 到有啲寒意添㗎。呢度咧經過呢片芒草咧都好靚喎。嗱，嚟到34K 咧，又有一個水站啦，不過只係得水嘅啫。咁過咗呢個水站之後呢，就開始落斜啦，係落斜衝過35K 㗎。嗱，之前上斜呢，對面係20K，而家落係35K。原來呢，唔覺喺西湖呢，都起碼跑咗14K 咁多㗎喎。落到底呢，喺35.9 km 呢，又有一個補給站啦。唔單止有水，仲有曲奇啊，嗱，仲有呢個好似和果子嘅嘢食啊。其實跑多幾 K 呢，發現啲路呢就開始熟口熟面啦，咪就係頭先呢喺大約9K 嗰陣經過嘅咯，又見翻呢個40 km 牌啦。因為跑嘅關係啦，我就冇再舉機啊、影片啊、影相啊，我都係專心跑步啦，直接過終點。過完終點之後呢，就拎到呢一條原賽毛巾啦。因為太凍嘅關係呢，我都冇特登咧停低咧影條毛巾啦。想補充翻啦，其實衝終點之前呢，都有幾個官方嘅相機㗎，咁啊呢啲呢，都係有幸被影中嘅。難得呢條賽道咁靚，我自己都忍唔住啊！我都咧攞咗2萬 yen 出嚟咧，就買咗呢一批相啦。今次嘅富士山馬拉松呢，拜天氣好所致啦，景色真係好靚嘅。咁啊，可以見到有雪嘅富士山啊，仲有沿路有好多紅葉啊，風景真係好靚嘅。不過天氣啊，真係凍咗啲嘅。朝早1度嗰陣呢，我真係凍到唔想除褸㗎。仲有呢條全馬路線呢，其實係比我想象中難跑嘅，因為除咗中間呢河口湖過西湖要上一段大斜路之外啦，其他都有啲暗斜嘅路段嘅，所以都唔好抱住呢話以為呢條路好易跑嘅心態啊！大家一定要有充足嘅操練啊！補給非常之好啊，非常之 good 啊！飯團呢，直頭係有驚喜啊！你唔止呢可以食1個，你有本事呢食幾個都得嘅。麵包呢，都見到有啲人呢一條條咁樣攞走啦。咁啊確實嘅，咁大碌麵包呢，真係好難一邊跑一邊食嘅。咁啊大會其實都係預俾你攞走噶啦。
嗱，仲有提子真係好好食啊！暫時咧真係呢一個馬拉松係有咁多個馬拉松入面咧最好伙食嘅一個啊！大會嘅紀念品啊 T 恤啊又係好靚啊！不過相比起其他日本馬拉松咧，報名費真係貴咗啲啦。因為我之後咧都有去跑過大阪馬啦，其實大阪馬嗰隻咧都係大約19 yen 報名費左右嘅啫。所以呢一個富士山馬拉松呢，我玩一次就夠啦，留翻啲 quota 俾其他比賽啊嘛。日本仲有咁多馬拉松未跑。嗱，想知道呢其他日本馬拉松有幾好玩呢？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嗱，嚟緊呢，我仲有隻金澤馬、富山馬、群馬嘅馬拉松呢，我都有拍低影片嘅。咁啊，另外啱啱4月呢，我就跑咗倫敦馬拉松啦，仲有一隻 Bristol 嘅半馬嘅。想知道呢好唔好玩呢？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仲有鍾意我呢條片的話呢，記得 like、share 啦，同埋留言支持啊！